28分啊吼，咱来准备心啦吼。OK， 我咱准备开始哈，咱就要开始个礼拜。Baby， 你敢若搁较大声咧？咱就来开始礼拜好无？好，有听有无？有啊，嘿，有啊。OK， 10点半吼 ，OK。大家好，这平安。咱这是礼拜前，咱这是用第时间咱做个祈祷来准备咱的心，开始咱今仔日个礼拜。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平安去经过一个礼拜，阮逐人拢平安、勇健、有健康的身体。我来时来做伙来吟诗，来做伙来祈祷，来读圣经，阮做伙来敬拜你，来领受对主你来的真理。特别上帝，阮对今仔日的圣经则我读到是，阮知影以色列百姓因为埃及400年久，有一代接一代，因拢一直咧祈祷，上帝要听去，要看去因。互因无去做，无去伫埃及来去做奴隶。对安尼，阮会记这，阮也想着台湾，安尼400年来，也拄着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甲压迫。根据主，帮助阮还要为着台湾的前途、社会公益来祈祷，特别帮助阮要为着台湾教会兴起来祈祷。让互阮的祈祷，也得到上帝听去，来看去。特别上帝，阮的世间，才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来个继续。阮为这是要为着阮，为着这世间才较弱小的国家来祈祷。而这弱小国家生活这人民，因为着因肉体上的烦恼，因为着因的生活、因的工作来烦恼。主要恳求你怜悯因，求主照顾安慰每一人。因为阮知你听阮每一人，主要阮就知你是掌管阮生命的主。阮要将阮的一切、阮的生命交托给主，因为阮知阮的生命是对你来。以后，阮若是你，当阮要我的时，恳求你学习，阮会来我靠你，阮会晓，阮来愿意，阮用真实来认捌你，来听你教示。主啊，恳求主，你即时陪伴我每一个心，做伙三脚来敬拜，阮祈祷一切，
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嘛来求。阿门。这是咧祷告。这是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伫按伊吟诗，按伊唱歌而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咱做来吟诗圣诗294首，上帝百姓伫旷野。第294首，上帝百姓伫旷野。地北大地。
咱做为来用，咱做为来供读上帝互咱10条诫。上帝讲，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着记得按休日守伊做圣，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毋通害死人，毋通行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做假干净，毋通贪心。咱做伙来用启应文第11篇4篇42篇来做个启应文11篇。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落切切心无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回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而乐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啥事不准？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所以我要求要学了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准。所以我对约旦的地甲血文，也对米撒的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深烟三叫应。你的波浪，你的大雁，拢温暖我。总是耶和华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眠是伊互我唱歌，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啥事袂记得我？我啥事因为对着的压迫忧闷来行。我会对着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的心啊，你啥事不准？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了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咱做来读今仔圣经节来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咱对第1节到15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1到15。第3章第1节，摩西雇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的羊群，赶羊去旷野的后面，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稣的使者伫刺皮内火焰中对伊出现，伊看刺皮互火烧，刺皮也无倒去。摩西讲：我当要越过去看即个大的景象，即个刺皮怎样无倒去啊？耶和华看见伊越去要看，上帝就对刺皮来叫伊讲：摩西，摩西，伊就讲：我伫遮。伊就讲：你无得跟我来，着烫你骹年的鞋，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佮讲：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食伊的面，毋敢看上帝。耶和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地，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着独工的来吼叫，我已经听见啦。
我本知因的痛苦，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迄个地，到肥水开阔的地，到流冷甲密的地，就是迦南、赫、阿摩利、比利洗、希比、亚布斯遐的族的所在。当以色列人呼叫的声到我听去，我也听见埃及人苦楚因的艰苦。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上帝讲：我是甚物人通去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伊讲：我实在要甲你伫地，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恁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摩西对上帝讲：看，我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恁祖公的上帝找我来恁遮，因若问我讲，伊叫什么名，我要甲因讲什么啊？上帝对摩西讲：我是自然而然的。佮讲，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自然的找我到恁遮。上帝佮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找我到恁遮的，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我永远的名，这是我的纪念到万代。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15节。第1节，有一天，摩西为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忒罗放羊，他领了一群羊，横跨沙漠，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在那里，上主的天使像火焰从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荆棘着火，却没有烧毁。他想，这可怪了，为什么荆棘不会烧毁呢？我上前去看看吧。上主看见摩西走近，就从荆棘中喊他：摩西，摩西。摩西回答：是，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再走近，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是你祖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遮着脸，不敢看上帝。上主说：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嚎，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下来要从埃及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领他们到肥沃宽广、流奶与蜜的地方，那里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我的确听见了我子民的哀嚎，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现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里去，你去把我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可是摩西对上帝说：我算什么？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上帝回答：我要与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要在这山上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证。摩西说：当我去告诉以色列的人，你们祖宗的上帝差我到这里来，他们会问他的名字是什么？那时我该怎样回答呢？上帝说：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你去告诉他们，那位叫创始城中的主宰差我到你们这里。我是耶和华，是他们祖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差你到他们那里，我的名永远叫耶和华，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称呼我。这是上帝话。这是咱小李牧师传来祈祷，然后约敬祷。咱三个来祈祷。听众的天父，阮对经文，阮看见你伫早前
过若1000年前，你就人民以色列人伫地面上所受的苦，伫今仔日你也相款，要用共款的恩典来带领阮，来脱离阮所面对即个武汉疫情的困扰。主，阮感谢你过去的年日的看顾，也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通自执。阮也特别为着遐个第一线伫工作、伫服侍，特别是医护人员来祈祷，祝你的快乐、你的恩典、你的智慧，甲因三甲伫地，毋但有法度来保守因家己，也会通来帮衬接破病的人，来脱离即个病情的困扰。阮为着今仔日的自执献上感谢，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明白你对经文所要甲阮启示的话。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姊妹平安，咱今仔日对出埃及记第3章这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虽然只有15节，但是伊有足侪物件通好去思考啦，吼。若像牧师时常伫讲，这甲咱现在基督徒的信仰甲生活拢有关系。比如讲上帝名啦，吼，是安怎摩西咧讲，你若叫我去吼，我甲介绍讲吼，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上帝，因会甲我问你的名，是安怎摩西知影以色列人会问伊的名？其实摩西基本上甲以色列人共款。拢已经袂记即上帝甲因的关系，所以因对上帝是足无清楚也无了解，嘛较需要去甲伊介绍讲，我是恁祖先的上帝。但是当上帝是咱祖先的上帝迄阵，即个信仰就甲咱无啥物关系。咱今仔要来思考的是伫经文，特别是伫第3章的第5节即个所在，上帝甲摩西讲。毋通行近我来，你所踏的地是圣地。咱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只有伫出埃及记第3章所记载这个所在是圣地吗？是这个所在是圣地，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互迄个所在变做圣地？我想今仔日大概中心点要带领咱来思考即个物件啦，吼。上帝的所在是圣地，是西奈山吗？若安尼时阵，可能咱今仔日逐个拢要坐飞机去西奈山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对遮的经文，对以色列的即个出埃及的历史的中间，咱要来思考，到底上帝的所在对咱的意义，还是对圣经内底的意义，吼。咱知影，伫摩西对埃及的王宫导览走了后，伊走真远啦，吼，非常非常远吼。咱咧讲一个西奈半岛啦，吼。今仔日咧讲的即个西奈山，就是迄个西奈半岛上南边的一个山顶，吼。踮会互咱来看地图啦，吼。伊是。跨过即个西奈半岛，去到伫阿拉伯半岛的东北的迄个西北边，即个伫西北边米甸的旷野遮。圣经并无甲咱讲伊即个所在为虾米伊会走来到遮，毋是伫半路吼。既然西奈山是圣山，为虾米无到遐就好啊？吼无甲咱讲真重要原因，但是咱尾也知影，就是讲伊伫迄个所在对伊的丈人来学习，伊伫遐娶某生囝，然后伫遐娶伊的丈人的羊，然后佫倒转来伫即个所在去来领受着上帝对伊讲话，互伊的呼召吼。是安怎上帝的呼召无伫米甸的旷野来到伫西奈山？这圣经嘛无甲咱讲啦吼。但是咱知影，伫即个整个的出埃及的记载中间，西奈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包括咱今仔日所读的10条诫，甲这拢有关系吼。咱来看地图啦吼，咱来看地图就是讲，
摩西，咱大家了解一下吼，开罗是伫遮啦吼，开罗是遮。摩西家己安尼逃走了后，伊就渡过遮。伊安怎行，我毋知影啦吼。是安尼行过来，还是安尼行过来？圣经拢无记载，只有讲伊逃走了后，就来到伫米甸的旷野即个所在，然后去看到伊的太太7个姊妹仔，伊伫遐就留伫遐吼，嘛是真短。出来记第3章、第4章，然后伊就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伊就要搁倒转去伫埃及吼。咱看见即个所在吼。伫倒位？拄则看下介大吼，咱再来看，这介大对无吼？但是事实上吼，伊是伫遮尔定，吼，伫遮尔定，伫遮尔。即条拢叫做红海，但是请咱会记哩，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毋是对遮，是对红海顶悬遮，伫即边遮吼。大概我想用即个地图来互咱小可了解一下吼，牧师想要知影讲你到底是偌长的距离啦吼。但是用即摆现代地图无法度去查着，因为伊若无路就查袂着啊。若坐飞机吼，来到即个所在，来到即个所在，然后才用行的，才拢无路啊吼，用行来到伫即个所在吼，米甸的旷野遮吼。即个是用飞机，若开车的吼，若用开车的，换哪爱一段距离的吼，673公里啦吼，673公里即个所在吼，咱大概了解迄个距离的观念，看到底是偌远啦吼。即个所在，西奈半岛对地图来看，毋是介大，但事实上，伊拢规地伫即个所在，甲即个红海对遮隔开，因遮有乌一个运河吼，叫苏伊士运河吼。伫即个所在，无介侪人住吼，无介侪人住，但是对古早来讲，著是真重要的所在，因为伊是迄个其实伊属伫亚洲，即边拢是亚洲吼，遮拢是亚洲。即拢是亚洲即个大陆啦吼，Asia 吼，歹势做歹，无介好写吼。伊即拢是亚洲，即边是非洲吼，所以伊是亚洲通到非洲陆上交通一个真重要的道路，特别是对咱咧讲的犹太地即边遮要落来。你若对欧洲来的，嘛是对遮落来，若是准用陆地来讲，所以是一个真重要的交通军事的要道，但是伊毋是一个经济的要道。含现在现今来讲，伊只有30万人住伫迄个所在尔，遮尔大的所在，所以你会通知影讲，即个所在基本上拢是偏远的所在吼。你讲，咱咧讲荒漠地点吼，是真干涩无法度生物件的所在吼。伊大概是用贝都因人吼，做主体住伫诶一个所在。你知影贝都因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到现在佫是游牧民族吼。去找着即个死海眷属诶吼，就是贝都因人吼。因佫是这游牧诶民众吼。照国家诶界线来讲吼，对遮开始整个诶西奈半岛拢属伫埃及管理啦，吼，拢属伫埃及诶管理吼。我想大概互咱了解一个即个地理顶悬诶情形，咱才来思考。西奈山就是伫即个下骹吼，西奈半岛诶上南边即个所在，即规个山拢叫做西奈山吼。好，圣经的第3章第1节，甲咱讲摩西去到伫即个上帝的山吼，上帝的山，伊为着伊的丈人赶羊，来到伫即个山叫做何烈山，圣经是讲是上帝的山啦吼。
即个上帝的山照50、60、咱拄则已经有讲着啊，讲上帝甲讲吼，你徛的所在是圣地呢，吼。啊，佮讲我是你祖公的上帝，阿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要甲伊讲，我就是你的上帝，因为摩西毋捌上帝，什物人啊？吼，虽然伊知影伊是希伯来人，伊嘛知影伊所敬拜毋是埃及遐的正神明，但是到底伊的祖先、伊的爸爸妈妈咧讲的，即个上帝到底是啥？对伊来讲已经真遥远啦。伊迄个David拄则带咱的头前的祈祷中间讲，因伫埃及住400冬、430冬即个时间，因对上帝已经无概念啊。因可能受到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民间宗教的影响，所以因也袂记一啦。特别是摩西，伊是伫王宫大汉40冬。虽然伊的妈妈伫伊的细汉时甲伊讲过，伊是希伯来人，但是伊无法度了解即个上帝到底是啥物，所以上帝咧爱甲伊介绍的时阵，就爱甲讲我是恁祖公的上帝，阿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所徛起的山就是圣地。为什么叫做圣地？毋是因为西南山是即个圣地，是因为伊伫遐看见上帝吼，因为伊伫遐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所在，这是摩西伊看见上帝的所在。上帝呼召伊，呼召伊，伊讲所以我要落来，所以我要落来。中文的现代译本无迄个我的字，因为第7节有讲到我，所以这是接第7节的话落来。台语遐字有翻译迄个甲我写入去啦但是原文则无我，是接头前的。即个经文，上帝要落来，咱注意甲看即个字，有一寡物件需要咱去思考的上帝要落来，要对埃及的手中来拯救因遮以色列人出来然后就讲着后壁应允之地这代志等下牧师要互咱来思考，到底上帝讲伊要落来是甚物代志是甚物意思？而且咱你看伊讲，上帝的山是因为摩西去拄着上帝，即个所在叫做圣地，是因为摩西去看见上帝。摩西伫遮饲羊，咱毋知伊来几摆，相信伊可能嘛捌来过，伊无清楚即个所在。咱若看迄个地图，基本上对米甸的旷野，佮倒转来伫西奈山。嘛无介近咱搁倒转来看地图对即个米甸的旷野来到伫西奈山遮，嘛无介近的伊虽然圣经讲后壁迄粒山迄其实还佫有一段距离的还佫有一段距离。所以伫遮来看的时阵，即个山到底对因来讲有啥物意义，还是讲上帝为什么伫遮？咱来去思考啦伫旧约的圣经，好个山的名叫做西奈山。即两个名有无共款的意思，不过差不多无共字无共意思，但是当咧讲到即个所在是真远的大概互咱来小可了解即个背景啦有一个叫做摩西山是第2悬的所在啦伫遮拢差不多是伫上南边，西奈半岛的上南边遮这规个山脉叫规个山脉，拢叫做何烈山，也是叫做西奈山。为什么叫即两个名？咱小可来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是将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领受10条诫的山顶。拄则上帝，咱读的经文内底，上帝甲摩西讲，恁要来伫遮服侍，我要做迄个记号，迄个记号是足重要的，伫即个所在西奈山的意思是讲发光啦也是讲黏土的山啦意思就是讲遮个所在拢无树木，迄个石头甲土甲日头晒的就反射迄个意思好个山嘛是共款，虽然无共款意思，但是就意思咧讲，迄个沙漠的意思，芳的所在这是两个无共名咧指共一个所在咱大概爱知者
啊，摩西伫遮饲羊了，就看到上帝伫即个翅膀中间伫烧。现代中有本甲咱讲，上帝天使出现伫遮，啊，迄个翅膀袂倒，吼，啊，摩西就感觉足奇怪，想要去甲亲近，上帝就甲阻止讲，你所待的所在是圣地吼，圣地。上帝伫遮讲，我要应允以色列人，固守因，带领因，我有听到因伫遐受苦的声，所以上帝咧对摩西咧讲的是先讲到应允的代志，然后伫遮讲伊要甲差遣伊去，差遣伊搁后壁搁有讲到应允，就是伫第8节、第9节遮咧讲的应允，就是要去进入伫迄个迦南地吼，进入迄个迦南地。第8节讲，所以要对埃及的人的手中来拯救因出来，领因到即个肥搁好的所在，吼，啊，要对即个埃及王遐，伊的百姓要对埃及带出来，吼。咱要来思考是上帝互摩西即个呼召，啊，为什么特别选摩西？啊，咱若来看摩西的故事的中间，咱大家会知影，上帝用80天甲备班、甲训练，吼，甲预备，互伊做军事的训练，互伊做即个服侍上帝的训练，然后时间成熟啊，就差遣伊去，吼，啊，互伊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通好出来，吼。啊，这个就是咱共款伫即个经文中间所写的，所以第10节讲，我找你到埃及王遐去，吼，我找你到埃及王遐去。共款，牧师搁要提迄个问题，第8节遐所讲的，讲，所以我要落来，甲我要找你去。我毋知咱读到这有感觉怪怪啊无？如果上帝家己要落来，敢需要摩西？敢需要摩西？我用台语的经文讲，当我落来，上帝咧讲是讲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上帝却找摩西去，伫即个所在，咱看见。伫西奈山即个所在，即个圣地，是上帝甲摩西建立一个关系。因为摩西去看到上帝的时阵，上帝甲伊介绍伊家己讲：“我是你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想熟悉的人袂安尼介绍家己啦，吼。咱若对无熟的人的时阵，才会讲吼，我着叫啥物名啦，吼。我是啥物人的囝啦吼，我啥物人的小弟啦，还是伊阿兄啦，咱会安尼去牵一寡关系来讲。上帝安尼甲摩西介绍伊家己，就是咧牵关系啦吼。我是你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毋捌伊，但是伊知影伫伊的知识内底，伊的老母伫伊的细汉时，检在甲伊讲过，所以伊伫遐。正面毋敢看，因为伊知即个上帝是因祖先一直传落来的上帝。然后，即个所在，即个圣地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建立关系的所在。咱若看到第出来及第19章，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及满3个月迄一天，来到伫西奈山骹伫遐扎营。伫遐，摩西受到上帝呼召去山顶40暝日去遐领受到10条诫命。这个10条诫命毋是上帝甲摩西的关系，上帝甲摩西的关系是伫今仔日的出来及第3章就已经建立啊。第19章是上帝要甲以色列人建立关系，用10条诫命来做契约，来做契约。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伫画甲伊嘛安尼咧画啦吼，伫咧山顶落来了吼，安尼遮。然后第20章，咱咧看伊讲摩西伫山顶落来了，将即个10条诫来颁布互遮的百姓安尼吼。上帝落来，咱到底要安怎来思考啦？
你若照经文第8节、第9节、甲第10节，伊讲，所以我找你去。第8节讲，所以我落来。我落来甲我找你去有啥物关系？到底上帝有落来无？若上帝要落来，敢着需要摩西？哦，我想即个问题，互咱来思考。上帝要落来，上帝有落来无？上帝有落来啦，吼，上帝有落来。但是上帝有落来是透过什么款的方式？伊显现伫人的面头前。上帝透过摩西，伊找见摩西去，所以咱讲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也就是咱咧讲，摩西咧讲啊，我都袂晓讲话吼。上帝讲，我要找你的哥哥阿伦，伊要成做你的喙，哦，你的先知要代替你讲话，共款迄个意思啦，吼，共款迄个意思。上帝有落来无？当然是有，吼，上帝有落来。上帝要安怎来表现伊有落来？我想这个是咱要来对整个我想我会用对伫摩西到埃及甲法老王的谈判，一直到伫西奈山这段所发生的一寡代志，咱来了解上帝有落来，啊，伊安怎来表达伊甲因三甲地地，吼，用安尼来了解吼。所以上帝要安怎表达伊已经落来啊？伫出埃及记第4章，当上帝咧找见摩西的时阵，摩西其实咧表现讲伊足软正检测是要表达伊无愿意，吼，上帝叫伊甲迄个固样的即个管啊放咧涂骹，就变做蛇。即个新约代表着上帝已经落来，甲摩西三甲地地。当然，即个新约的气力是对上帝来。咱昨下即个第二devotion讲着新约吼，啊，即个气力是对上帝来，若无上帝的同在，就无有新约。我想这咱真清楚吼，咱基督徒拢真清楚。即个嘛带到伫即个摩西去到伫埃及甲法老王讲话的中间，也有安尼的表达。然后对第5章到12章的中间有10个灾难，每一个灾难的后壁拢有上帝气力的同在，请咱会记哩即个部分啦吼，这拢有所记载的。然后咱看到啥？咱看到第13章了后，因出埃及的路程，圣经甲咱讲即个日是有迄个白云的云条，吼，暗是有火条。伫遐来咧带领因，伫头前伫后壁咧固守，即个表达上帝是甲因三甲地地，上帝有落来，吼，上帝有落来。然后呢，咱看见着因安尼伫遐说甲吼，后壁有追兵，因法老王心佫硬啊，佫找600台以上好的战车、马车安尼来对入因的时阵，因头前拄着红海，因过红海新约。嘛表达上帝已经落来伫因的中间，来带领因，来带领因。出来及记第15章，因路尾边咧讲着因无水通啉，咱有看着讲因伫迄个所在有水通啉，有水通啉，咱叫做以灵水泉啦，吼。出来及记第16章，上帝用玛纳，互因食40担。上帝互因有肉通好食，吼，互因有肉通好食。然后互因伫即个出埃及的过程的中间来杀赢阿玛力人。咱知影迄个台中有一间教会叫做金旗教会，吼，伊就是用即个字金旗啦，吼，就是杀赢的意思啦，吼，上帝杀赢带领以色列人杀赢即个阿玛力人的意思，吼。18章，当摩西甲伊的丈人带伊的某囝来到伫西奈山见面的时阵，吼，即个伊的丈人听到即个摩西咧形容上帝安怎带领因来出埃及的时阵，伊就讲吼，这就真正是证明上帝赢过所有的事。上帝是甲因三甲地地，用甲因三甲地地。
当因伫先来山脚诶时阵，上帝伫山顶甲摩西咧讲话诶时，因有看到雷公死呐，山顶佫庆烟，迄拢代表上帝伫地，上帝落来诶记号，上帝落来诶记号啦，所以伫遮咱会通看见讲，上帝有用足侪无共款诶形式来表达伊是甲因三甲伫地。那要来思考一项代志，上帝诶圣地是伫倒位？上帝诶圣地是伫西奈山，伫何烈山，伫迄个摩西带羊仔退伊诶丈人饲羊诶所在，去看到刺皮伫烧诶所在，是吗？上帝敢有伫别个所在？上帝诶所在到底伫倒落？上帝所在一定伫西奈山吗？咱来去看吼，就是整个诶十个灾难诶中间，10个灾难，咱注意去甲看诶时阵，每一个灾难诶背景拢有一个神明，埃及诶神明。所以伫10个灾难诶中间，其实是咧表达上帝诶权柄甲撒旦，也是讲埃及神明中间诶权柄诶战争。上帝伫遐来赢过所有诶神明，伫埃及诶神者以及保守。上帝诶所在有伫埃及无？我想答案是肯定诶啦吼。叶忒罗俄勒拄则咱有讲着吼，伫出埃及记第18章这所在讲着，伊讲俄勒上帝伊对埃及诶王甲伊诶人民诶手中来俄勒来拯救恁出来，俄勒上帝伊对奴隶诶中间来探放恁出来。即摆我知影上主比所有诶神明较伟大，伊即个是咧讲着10个灾难迄个战争，10个灾难迄个战争，所以安尼埃及人甲遐个玉台顶诶人就伊来即个成就即一切，因为上帝甲因三甲伫地，上帝来赢过遮个权柄。一定伫西奈山吗？其实当然毋是，咱照出埃及的即个过程，一直到西奈山进前遮，咱看见上帝无所不在，上帝超越迄个空间的限制，亲像约拿伊的告白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主，伊是天顶的上帝，是安那海洋甲陆地的创造主。”所以伊明白知影上帝毋是干那伫陆上尔啦，毋是干那因所捌的迄个游牧民族的上帝尔定，上帝嘛伫海面上咧管理海洋，也管理迄个风。这嘛是伫福音书内底，咱看见2摆耶稣甲学生拄着封印了后，门徒的反应门徒的反应。咱今仔日咱用网络咧聚会，咱用网络咧聚会有2项代志真重要，互咱体会到上帝哪甲咱三甲伫地，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我知影有真侪基督徒拢是咧看倒一个 online service 较精彩去看但是迄对伊来讲拢无关系。伊只不过是咧看一个 video， 看一个表演尔。但是较重要是，咱有甲上帝建立关系，咱有甲咱的兄弟姊妹建立关系。耶稣基督安尼讲，恁中间若有2、3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就要伫天地的内底甲因成全。20节伊讲，因为无论伫倒落，请咱会记即句话足重要的，因为无论伫倒落，有2、3个人奉我的名组织，遐就有我甲因三甲伫地。所以，伫3月了后，牧师一直咧思考，啥物会叫做 online service？ 是看 internet 内底的礼拜的影片？我感觉毋是。重点，咱注意看。
有两三个人，这是人甲人的关系。佮奉我的名聚会，这是人甲上帝的关系。那安尼，咱就是伫上帝的所在咧组织。毋茫咱透过安尼，佮重新来思考。虽然咱即摆还袂使有实体的礼拜，但是咱真注重彼此的互动迄个关系。咱真注重兄弟姊妹组织做伙伫遐来向上帝祈祷，来对上帝敬拜，来对上帝献上讹乐。但是无错嘛，要提醒，咱有一天咱会当恢复实体的礼拜的时阵，迄个实际的互动搁较重要。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即个呼召的记载，互阮来明白，主啊，阮需要甲你有细正的关系，阮需要有甲兄弟姊妹中间彼此的关系，阮必须爱有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这个才是教会。这个所在才是你的圣地，这个所在才是你甲阮三甲徛起的所在。阮感谢你透过安尼提醒阮，也感谢你，互阮会通用安尼来追求一个正确的敬拜的道路，正确的信仰的生活。求主你继续帮助阮，互阮会通度过即个疫情的挑战。也互阮伫即个恢复会通即个实体礼拜的时阵，互阮无冷心倒退，阮犹原有迄种热切，要愿意组织做伙来追求你甲阮三甲伫地的所在。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阿免。感谢你牧师今日正道，咱做来念圣诗412首。我爱学主的款式。第412首，我爱学主的款式。
咱今仔日虽然无伫教会，咱袂当做奉献，恁若是爱奉献的人，你会当将恁的支票寄到教会，咱教会礼拜中的人拢会去收集。安尼咱做个念奉献的诗，圣诗306首，B。咱做来感谢祈祷，听阮的主啊！你知阮每一个人，阮的能力有有限，阮有软正，是你要求要愿意要使用阮，诚做你的路用。主啊，根据你使阮，逐人有单纯、有服侍的心思甲意念，阮对头到尾，阮当忠心立你。恳求主使阮有智慧，阮会来谨慎，无跋倒，来互阮当有能力，伫福音的事工上，阮会勇敢，当来分享，来见证，来荣光主你的名。特别上帝，阮恳求主继续照顾保守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日节出入来外拢有平安。阮来恳求你，相信阮逐日阮有教育的食物，甲阮知足，阮的感恩的心。阮即时奉献阮淡薄的金钱，来爱做主你的路用，帮助阮伫教会中来好好来使用你。阮的祈祷，一切拢是靠最后所祈祷圣名来求。阿门。来，请牧师报告是。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共款吼，加州已经有较好势啊，但是还佫真侪所在咧大烧吼。咱特别看倒出边的地图吼，伫北加州湾区即个前后顶悬下骹吼，有较严重啦吼。咱继续为着这祈祷检测可能是咱有亲人伫这附近为着因祈祷啦吼。咱为着周牧师，因已经甲厝即个list 去伫迄个市面上，为着因的厝会出售来代祷互因的一切的过程拢会通真顺利啦吼，会赶紧会通咧安稳落来吼。咱感谢Janice 姊妹礼拜五甲咱分享，咱为着伊身体恢复，继续来代祷吼，继续来代祷。咱即马看会当望伫9月初6了后，渐渐来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啦吼。但是这着爱听候政府的宣布啦吼。伫手报报顶咧吼，因为这早起才得到的消息啦吼。牧师娘的妈妈要伫台湾的明仔载吼，拜一的早起接受这个心率调整器这个吼手术吼咱为着这来祈祷啦吼。好共款咱就是即摆先拢还佫用这个网络的礼拜吼，咱拢有live stream 吼，咱会当欢迎兄弟去分享啦吼，甲咱的礼拜这分享互你的朋友，互因会当才着安尼捌咱吼。共款拄则David已经有讲咱若有奉献的，请咱用支票写 CFO， 然后寄去教会是要寄互老长老伫周间拢会去伫教会来收集，然后有做即个明细的整理，定伫周报内底吼。9月初4拜5，咱有要查经来查考即个提道书吼，第3章了后，咱就要用几礼拜的时间来看即个保罗的宣教的旅程吼。好北美教协即个前礼拜甲咱讲，咱会当家己来看，咱有趣味会当来报名，
今年唔免费用啦吼，但是欢迎这个自由奉献安尼吼。前礼拜组织的出席21人，网络财经13人吼，奉献是42块吼。这后礼拜会讲到的资料，好，这个是这个后礼拜放出吼。好，以上。咱做来读今仔这个经句，是诗篇26篇第8节，咱做来读2摆。耶和华，我听说你所住的厝，以及你阳光所伫地的所在。这个一摆。耶和华，我听说你所住的厝，以及你阳光所伫地的所在。诗篇26篇第8节。咱做来吟上行的诗509首，然后请牧师读到。第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那愿上帝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伫咱咧面对疫情的困扰的时阵，将伊对天顶的平安喜乐赏赐互咱，对即叠到永世大无尽。阿们。好，咱今礼拜到这，咱会当来开咱的声音吼，我来甲这个PowerPoint用掉，甲这个Live Stream 用掉吼，咱会当做伙来分享。